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8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论财宝。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是耶稣基督山上宝训，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提到了基督徒对财务的概念态度。我们常常提到说，许多人都喜欢谈遗产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为遗产是最简单最容易得来的财富，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就造成许多家庭的悲剧。就如同上个主日牧师的主日信息所引用的传道书第2章18节到21节的经文这样的说道，在太阳底下由辛劳得来的一切对我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不能不把一切留给后人，而那是至是于谁知道？然而他将拥有我在世上以辛劳以智慧获得的一切成果，这也是空虚。因此我对以往在太阳底下的辛苦劳碌非常的失望。人以他的智慧、知识、技能所得来的都得留下，让别人不劳而获，这也是空虚，大不公平。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提到了他拉的后代。如果呢，这个后代只是为了遗产，那就没有意义了，像传道书所说的。但是重要的是，就是要追求上帝的赐福才是啊。以下是他拉的后代，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在他家乡巴比伦的乌尔斯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拉还活着。亚伯兰跟撒来结婚，拿赫跟哈兰的女儿密加结婚，哈兰也是异家的父亲。撒来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和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离开巴比伦的乌尔城，往迦南地区。他们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定居。他拉205岁的时候死在哈兰。耶稣基督教导劝勉门徒要懂得积聚财宝在天上，不要贪爱世界的财宝。就好像前面我们谈到，有些人呢大声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结果自己才就是那个抢最多的人啊，这实在是悲哀按照所罗门的说法。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也会生锈，又有盗贼破门进来偷窃。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不会生锈，也没有盗贼进来偷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好比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坏，全身就黑暗。同样，如果你里头的光变成黑暗，那黑暗该是多么可怕呀！没有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一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诗篇33篇12节到22节，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么的有福啊！
上主从天上俯视，他看见了全人类。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地上的居民，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马的威力救不了人。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他救他们脱离死亡，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我们仰望上主，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保护者。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上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教导我们看重天国的赐福，重视上帝国的财宝，让我们不骄傲，不自私，不求不义之财，但求积聚财宝在上帝的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